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7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做好我嘅計劃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我好有趣，我可以講嘢好清楚，我可以好有活力，我好有自律，我好有同理心，我好容易相處，我好多朋友，我好感謝阿仔，成日都陪我，成日都同我一齊去感受個世界。我好感謝我老公陪我一齊成長，好感謝我個媽媽，成日都好多節目。我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活潑，好感謝我嘅親人有同我哋一齊慶祝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四圍掃。你拍唔拍片啊？我拍完噶啦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愛。今日個目標，好感恩。可以幫手煎蛋，可以幫手煮麵，可以幫手晾衫，可以有好多朋友，可以識得保護自己，識得保護屋企，識得保護個環境。